大家好，又見面啦！我係一句話力量嘅主持 Tony 嚇，隔離咧就我哋嘅嘉賓主持發哥哥。你好，大家好。今日我哋嘅嘉賓就係立法會議員洪錦賢阿 Kim。大家好，洪錦賢，我係。咁跟住咧，我哋就係將嗰個叫做嘅時間咧交俾阿 Kim，佢今日為我哋帶來嘅主題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我喺香港嘅努力。麻煩阿 Kim。好多謝 Tony 啊，多謝發哥。多謝多謝。咁啊，呢個係我自己即係現時嘅人生目標。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我喺香港嘅努力。係啦。咁因為講起呢個嘅呢一句咧，其實我哋可以最早可以即係推過去到孫中山。因為孫中山曾經有一句説話就係振興中華。跟住去到江澤民書記嘅時候咧，佢都有一句説話啦，就係嗰個即係講到我哋。即係中國嘅嗰個民族偉大復興咁嘅相關嘅説話，咁去到之後咧，就胡錦濤啊，包括埋後來習近平，咁都係有中國夢，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即係一貫以來，咁其實即係幾時有呢一句説話去產生咧？即係喺我自己心入邊，其實都係喺即係叫做大學期間，咁我哋參與咗好多嘅香港嘅青年嘅工作。咁啊喺嗰度亦都係受到啲前輩嘅薰陶，咁啊希望可以喺呢方面咧就做出到自己一啲嘅貢獻。咁啊貢獻實際上咧，其實我哋要求某個話，自己一定要做到某個職位。其實大家嘅講法就係，只要我喺哋原本我哋可以能力所在嗰個位置上面做好佢，咁為社會帶來啲正面積極嘅能力，其實我哋就為呢一個即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我哋嘅貢獻。就唔係我哋一定喺某一個職位做得幾高啊之類嘅，咁亦都因為有呢句説話咧，其實過去我哋喺從青年開始，無論從青年工作到後來，我覺得我哋都係因為我係福建人，所以我對福建對台灣方面，咁我哋有一定嘅叫做群落或者一定嘅叫做鄉土嘅嗰個語言嘅一個優勢，咁後來我係即係多啲結交台灣嘅朋友，咁喺香港後來有啲即係去到社區服務。咁我哋做社區服務下，做區議員，咁包括依家做立法會議員，咁其實我都係強調就將嗰樣嘢做好佢，喺自己有能力嘅時候，有時間嘅時候，咁啊可以運用自己多啲能力、多啲時間，咁啊去做好唔同範疇嘅工作。不過後來成立咗商會，我哋自己都係個商會叫港台青年創業聯會，叫做商會，咁都係希望凝聚台灣嘅一啲。商界嘅朋友，香港商界朋友，包括內地，包括澳門，咁一齊為自己將來嘅叫企業發展啊、商業發展咧，一齊為做一啲嘅互動，即係互相促進嘅作用。咁啊，希望乘住國家嘅發展咧，咁可以幫助唔同地方我哋呢啲即係整個中國下面嗰啲各個省市嘅朋友一齊會有個成功。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就係我有呢一句説話。咁今日有啲朋友就話：你係咪想？即係有個好大理想嘅目標啊之類嘅，咁其實我只係希望即係強調，無論做乜嘢工作都好，我都係將嗰樣工作做好佢，發揮喺嗰個工作入邊嘅光同埋熱。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嗰個嘅情況。包括之後有一段時間唔係立法區議員冇咗輸咗，咁我都繼續喺地區做好嗰個地區嘅服務，亦都做好商界嘅服務，咁亦都做好自己喺致富層面嘅服務。咁其實呢啲所有嘅嘢咧，都係凝聚各方面嘅人去發揮大家唔同嘅能力，去為社會做個貢獻。自己能力就好有限，不過我哋願意喺唔同層面去凝聚唔同嘅人，一齊做好嗰件事嘅工作層面嘅事業啦。咁呢個就係，所以我哋作為中華民族復興，有我喺香港嘅努力。咁其實我哋在座咁多位，包括我哋今日呢個節目，其實都係做緊呢方面嘅努力啊，即係。我哋希望傳遞一個正面嘅積極嘅能量俾社會，俾我哋身邊嘅朋友，係嘛？所以我哋願意喺我哋公餘嘅時間，包括發哥啲願意喺公餘嘅時間去參與呢一個節目啊嘛。咁啊，Tony願意喺佢自己工作嘅時候，諗咗一個咁嘅節目去做一啲嘅財經方面嘅一個分享，包括財經方面一啲嘉賓積極生命嘅一個分享。咁其實大家都係做緊呢一個嘅工作，咁所以為咗中華民族復興，其實每一個人喺香港都係做緊呢方面嘅努力嘅，唔單止係政府層面，唔單止係政界層面、商界層面，包括我哋打工嘅一份子，
都係做緊呢個積極正能量，我哋就為緊呢個民族復興嘅做緊我哋要做嘅工作。正如啊習主席所講，將國家嘅中國夢融入個人嘅夢，冇錯，係嘛？個人每個人實現到自己小夢，就累積上嚟就咁樣整個國家大夢。明白明白我覺得呢度應該有掌聲嘅，咁咧就嗰個阿 Kim 頭先講嘅嗰句説話，我覺得講得好好嘅嚇。咁呢句説話咧就令我諗起當年就周恩來總理嘅，咁佢嗰句説話咧都好出名嘅，係啦，我哋細個嚟讀過書嘅嚇，咁為中華嘅崛起為義讀書嘅嚇，咁我都相信啦，無論係邊一個年齡。係啦，邊一個階級係啦，邊一個城市，無論喺香港、喺上海、喺深圳定係邊一個城市嚇，咁大家都喺度為緊嗰個叫中華嘅偉大崛起而共同努力嘅嚇。咁套用頭先嘅説話啦嚇，咁呢個都係大家共同嘅中國嘅夢嚟嘅，係啦嚇。咁就住今日呢個主題啦嚇，中國夢就離不開每一個人嘅努力，係啦，呢個我嘅理解啦，係啦，就住呢個主題。發哥哥，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嚇？好啊，其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咧，有我在香港努力，其實我哋香港人咧真係好好噶，洪議員。我哋身於香港，我哋所有香港人咧都好互利、互相幫助。成功嘅香港有今日，就國家嘅背靠，香港人嘅努力。咁其實我哋香港咧就大家，譬如我喺各個社團都係參與啦，認識洪議員好耐朋友啦，蔡總啦、Tony啦都好耐朋友。即係大家都喺個社會咧，係互相幫助。我見到嘅洪議員喺觀塘甚至每一個區你都做到好多慈善嘅事業，去幫助好多人。譬如我有陣時落嚟，都有陣時派下飯嘅，我都見你咁所以即係其實香港人，我覺得呢個係每個人嘅努力。其實每人都付出，大家去貢獻，唔使多，日積月累就係好。香港有咁多年嘅歷史，到而家今刻都係咁好，仲有國家嘅背靠。喺個咁混亂嘅世界入邊，我哋依然都衣食住行安安心心、開開心心，我都好難得嘅，就背靠祖國。我哋真係好感恩，我哋有我哋嘅國家，我哋先有今日嘅日子。咁我哋希望香港人繼續努力，加油！多謝蔡總，齊加油嚇！今日頭先講到派飯咧，唔好意思我從商部嘅角度嚟睇咧，商部有時都會做啲慈善活動嘅，有時發哥哥有啲慈善嘅活動都可以通知下我哋商部，有冇啲嘢可以幫到手，係啦咁嚟即係離不開商部嘅努力，係啦，我哋商部都想呢個加入其中嘅，係啦嚇。咁咧就我都想喺呢度咧講個好少嘅古仔嘅，係啦。咁就實際上咧，我聽到阿 Kim 嘅名咧，實際上咧就好耐之前已經聽到嘅，係啦。咁早在咧就20幾年前咧，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我就參加一個社團嘅，咁即係同啲同學仔一齊咧要重辦啲刊物嘅，咁嗰陣時咧要周圍去徵稿，係啦。咁嗰陣時已經有傾到咧，就係話喺理工大學有一班師兄，係啦嚇，阿 Kim 係大過我嘅，有一班師兄咧就好熱心，係啦，為國家為香港就成立咗個智庫嘅，係啦，咁就可惜嗰陣時咧就未識，就聯絡唔到呢第一句嗰個叫做寫稿咁樣嘅，咁但係一早就已經有咁樣嘅，即係一早就傾到嘅嚇。咁阿 Kim 嗰個成立嘅嗰個智庫咧就叫城市智庫，咁喺我印象裏邊咧，實際上係好早嘅，係啦，係做個 round table， 係啦，做個深實會，係啦嚇，咁係一路咧，2001年成立嘅呢個智庫，係一路為香港都係25年做貢獻嘅，一路為香港做貢獻咁樣嘅嚇。咁我問一問阿 Kim 啦嚇，由呢個古仔咧，我都想問一問咁樣嘅，係啦。咁由學生時代到後尾嘅嗰個區議員，到依家嘅立法會議員嚇，咁你點樣貫徹頭先嗰個理念係啦，為國家為香港做貢獻咁咧？冇錯。其實我哋喺做學生時代嘅時候，我哋當時參與一個叫做學協，香港大專青年學生協會。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愛國愛港嘅學生組織。咁我哋不斷組織啲香港嘅大學生。翻去認識自己嘅國家，係包括埋一啲做一啲研究嘅服務，咁跟住大學畢業之後，咁我哋就即係成立咗一啲青年嘅團體，咁亦都進一步再凝聚一啲在校嘅，包括即係畢業嘅啲青年，
繼續服務社區，甚至係即係有翻內地做一啲嘅了解交流。咁啊，大學畢業做咗第2年，咁頭先阿 Tony 講嘅嗰個智庫，咁當年我哋就提出係成為一個智庫，叫做叫名叫城市智庫。城市智庫。咁啊，亦都過程之中，我哋依家其實寫個文章嗰啲唔同朋友寫嘅文章，其實真係非常之多，係啦。咁我哋做得最多嘅咩咧？就係做人才方面嘅培訓。其實我哋培訓咗好多嘅時事評論員出嚟，係啦。咁包括埋一啲政策分析嘅培訓。因為我哋當時我哋有個理念，不過去到今天，我哋嘅治港人才來自智庫。